坐1號線地鐵嚟西門口站，要揾光孝路 C 出口就會去到光孝寺啦。要經過一個廣場嘅，咁沿住光孝路入去呢，就會係光孝寺。新嘅措施又幾好，唔好帶香入嚟，自己呢係有香送俾你。要收5蚊門票嘅，咁但係年長嘅呢，就免票。呢間寺院呢，可以追溯到呢係呢個南越王時代佢個孫嘅府邸嘅，咁可以寫出嚟呢，就係話未有廣州啊，已經有呢間光孝寺噶啦，甚至呢，喺佛教歷史上邊，六祖慧能呢都喺呢度受戒嘅，然後對呢個佛教嘅影響相當之大嘅。入門口呢個木建築，嘅左手邊就有呢個法物流通處。好多吉祥物，沿住門口呢度入嚟，有好多旗幟。嗰邊呢棵老樹真係唔簡單，好茂密。入到嚟有兩隻獅子。紅色嘅，好得意嘅，像絲綢之路預埋佢嘅個名單申請文化遺產，隊好靚，靈眼填空、開正悟、四大天王啦，笑聲果腹、展明成，當然正面就係笑佛啦。皆大歡喜，清香一炷呢，係唔使點着嘅，誠心就得㗎喇。過嚟呢個供花獻花。做功德嘅，歡喜佛後邊就係韋陀殿，入到嚟好大個廣場，啲樹好高好高，就見到光孝禪寺，呢個龍真係好大好大，幾個人咁高。四圍嘅樹木好茂密，獻花個感覺真係好過咧，係裝香好多好多。有專人咧將啲花剪好，一路開得好靚好靚，燦爛。
度相當之寬敞嘅，左手邊係鼓樓，一路都有好多靚花圍住。呢一個香爐大到不得了，獻花嘅感覺好好。呢右手邊就係鐘樓啦，寫住話有棵菩提樹嘅，咁要真係揾下啦。係唐僧個時代，未入大雄寶殿之前呢，入嚟右手邊呢個亭呢好特別嘅，寫住係洗缽嘅，有個泉口。當年六祖慧能大師係喺呢度洗缽嘅，八角嘅石柱寫咗啲字喺度，好有福氣啊！見到老和尚呢係光孝子嘅，咁佢呢今日呢話好開心啦，佢話答應俾我拍，但係要拍佢靚啲嘅。你睇佢而家誠心阿彌陀佛啦，我可以講幾句勸世文嘛？來一張，我一直是拍動畫的，在動畫的哈，動畫一直都可以講話的，你的說話都放在裏面，你講一下嘛？你講一下話好了。四方極樂世界，跟西方極樂世界不有娑婆世界，要麼聖父。這個菩薩，還有練一點點經可以嗎？了世事，了世俗事，跟西方極樂世界有什麼聖父，不要受三途苦，阿彌陀佛。係地藏殿，好多寺院都用呢個模式啦，唔好點大香。呢個禪寺真係好威煌嘅，喺大雄寶殿前邊呢，有兩個石當嘅，其他地方真係好少見到。旁呢係有個佛燈嘅，有啲長雲下邊。龍身光孝寺，鼓樓嘅下邊係迦南殿啦。吉祥殿。寶殿外邊嘅圍欄有好多唔同神態嘅獅子，好特別嘅。大師真係喺度修道，誠心喺度念佛。隔離係一班人念緊經嘅。寶殿呢係建喺一個石階之上嘅，哇！見過呢真係好似北京嗰啲三大殿啊，先會咁樣喺一個石嘅台階上邊嘅。首先會見咗兩個塔，呢個左手邊嘅，右手邊另外有一個石塔。
係洪寶殿嘅旁邊，右手邊過嚟就有一個法物流通處，真係一個太佛殿。洪寶殿一路行入嚟，沿途都有好多唔同神態嘅獅子。入到嚟呢度見一個寶塔，重要嘅就側跟呢個菩提樹啦，好耐歷史㗎啦，大有來頭。早嘅澡堂，再過去有個素食館，我呢就喺3點鐘嚟，所以佢話暫時未開，就到夜晚5點先再開㗎啦。咁呢個係素食館嚟嘅，呢個就係圖書館啦。秀區嘅園林古樹簡介，證明呢棵古樹真係好厲害。側跟有一間古屋，即係大家相襯，供應齋菜。呢度咧就好需要義工嘅，咁所以就招募。頭先嗰個廚房，我諗都會照顧埋啲義工㗎啦。呢度有個功德堂，到處都有大嘅花盆，好多新鮮嘅花。功德堂一路過嚟，當然會幫人哋做啲佛事啦。咁呢度咧係可以登記舊屋嘅邊邊就做咗呢個放生池，又利用地方用得幾好啊！呢邊係蓮池，好大嘅水池，養咗好多魚。呢度相信都係好有歷史嘅流落嚟。你睇下嗰個木魚，個木身。一路睇到都係佛寺喺度擴展緊嘅。